小朋友，大朋友，我今日要讲一个故事，叫做查克笨。啥会叫做查克笨？因为我知道，就是他撞到头呆掉了，好，你不要讲。好，来，有一只鸟，它叫做瑞格蒙。有一只鸟哦，几架小架胶啊，一只小只的鸟叫做瑞格蒙。然后啊，它是鸟就会飞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它不是天生就会飞，它一开始啊，也是从小只的时候，它就在那个鸟巢上面慢慢长大。可是啊，当它在长大的过程当中还不会飞的时候，它就看到很多其他的，它住在它家在树上，对不对？然后看到其他的地方，哇，它好想要飞哦。因为看到爸爸怎样，飞，他看到妈妈怎样，也飞，大家都在飞，只有他在鸟巢里面不会飞。其实就差一样东西而已啊，叫做翅膀要怎样，长硬啊，翅膀长硬了哦，就会飞了啦。可是我们常常在用这句话的时候，都不太好听哦，都是骂人的哦，都骂人说你现在怎么样，翅膀长硬了，都不听我的，都不听我的。要飞了哦，翅膀长硬了都不听我的。但是这个查克笨哦，瑞格蒙啊，这个瑞格蒙哦，他一直想要飞。有一天，他鼓起勇气踏出了鸟巢，结果发生什么事？摔下去。他从鸟巢外面就摔下去了。结果他正式想要像爸爸妈妈一样飞，有没有成功？他从离鸟巢1公尺的地方往下掉，掉到2公尺的地方，他的翅膀还是在挥，然后到3公尺的地方，终于落地了，嘣，撞到头，所以啊，他头就肿起来。肿起来以后，他撞到头的那一刹那，他听到一个声音，叫做查克笨。他就听到脑袋里面一个声音，叫做查克笨。然后从此以后，他都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的鸟叫出正常叽叽喳喳的声音。他发出的声音都是什么？查克笨，都是查克笨。哇，这只鸟会皮啊，已经减一半呀。我们都讲说鸟语花香，对不对？所以鸟叫声是很好听的。可是，一只没有办法叫很好听的鸟，还叫做鸟吗？叫，因为你叫鸟。我叫它鸟，所以它是鸟。而这个查克笨就因为这个瑞格蒙就因为这样，他每次发出的声音都是查克笨，查克笨。所以他的爸爸就看他说：“你是安那？查克笨，你是哭到头壳怕伊哦，查克笨。”哇！所以他一直都只喊得出查克笨，其他的都讲不出来啊！你现在是怎么了？你头受伤了哟？查克笨。那是查克笨，所以他一天到晚只会发出什么声音？查克笨。他只会发出查克笨。他的朋友他的爸爸妈妈看到他只能发出查克笨的声音，想说，可是终究是我的小孩，要怎样？要照顾他，要教他，要让他会飞。然后，因为这是我的小孩。他在那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没有办法跟正常的人一样，所以正常的鸟一样，所以这个爸爸妈妈怎样觉得怎样，要更用心的去照顾这一只瑞格蒙。但是他的朋友都叫他什么？查克笨，因为他一直发出查克笨的声音。可是这些朋友也不是用他发出的声音来取笑他哦。他是告诉他说：“查克笨，查克笨，哇，你来来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然后这个查克笨呢，他也这样慢慢的跟他朋友怎么样建立很好的关系。所以他的朋友叫他查克笨，不是取笑他哦，而是接纳他，接纳他这只鸟没有办法发出很漂亮的鸟叫声，但是接纳这只鸟一样是他们的朋友，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。有一天，这个查克笨飞到树枝上面去了，结果
下面有一只什么？这只是什么？有一只兔子，这是一只很聪明的老兔子。这个很聪明的老兔子突然发现查克笨在树上，然后就问查克笨说：“查克笨，你好吗？你今天好吗？”结果瑞格蒙发出什么声音？查克笨，他只会讲查克笨。然后这个聪明的老兔子又问他说：“你今天好不好？你怎么看起来不是很快乐的样子？”然后这个瑞格蒙又回他什么？查克笨。啊，查克笨，他只会讲查克笨。然后这个聪明的兔子看他这样，不是很快乐，然后不是很高兴，哇！旁边的朋友也在那边跟他在一起，就跟他讲说：“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如果你心情不好哦，你可以到海边去，然后大声喊，把你的坏心情全部都发泄出来。”所以这个查克笨呢，他怎么样？有没有接受这个建议？有，他就有一个目标，我要飞到海边去，我要去望着那个海，然后大声的喊，把我的坏心情全部喊出来。所以他就飞到海边的一个石头上面，大声喊。他很想要喊出不一样的声音，他很想要跟其他的鸟喊那个能够发出那种很美妙的声音。可是他嘴巴一张开，发出的声音是什么？查克笨，又是查克笨啊！他的心情实在是很糟，坏透了。为什么我只能发出查克笨的声音？为什么我讲不出来，我发不出来其他鸟可以发出来的声音？为什么我真的就是变成查克笨？所以这只瑞格蒙他又回来，第二天他又回到了这个森林，然后回到森林以后，又找到了这个聪明的老兔子。聪明的老兔子告诉他说：“你的心情有没有比较好？有没有？查克笨心情有没有比较好？没有，没有比较好。所以这个聪明的老兔子就告诉他说：那我告诉你，我们的森林里面有一张沙发，叫做思考沙发，你可以去那边躺，去坐着，然后去想想看，或者是去找到为什么你不开心的源头，为什么你会这样。”然后这个聪明的老兔子就给瑞格蒙一个建议，所以这个瑞格蒙就去找到了这个思想沙发，或者叫做思考沙发，让他能够去想一些事情。然后呢，他就躺在那边。这个有没有看到那个兔子？聪明的兔子背对他然后瑞格蒙躺在一边，就在那边想。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图这边有一些图有3个图，不知道我们看不看得清楚。这个瑞格蒙躺下去以后，他的那个脑袋里面就出现了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，但是他就是想不出来，他为什么只能发出查克笨的声音？他有没有很沮丧？他有没有很伤心？这只瑞格蒙有没有很伤心？为什么很伤心？因为没有。为什么很伤心？因为他没办法跟别的鸟一样发出很漂亮的声音，他没办法，他发不出那样的声音，他做不到，所以他很伤心。他觉得跟别人比较起来，他就是一只不完整的鸟，所以他也跟这个聪明的老兔子，然后老兔子就在那边一直听他讲，原来你之前曾经从鸟巢上面掉下来，然后撞到了哪里？撞到了头。也许你就是因为这样，你的头受伤了，所以从此你就只能发出查克笨的声音。结果话一说完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查克笨看到在树上有一只鸟从上面掉下来。结果要掉下来要落地的时候，这个瑞格蒙怎么样？马上起身飞出去，然后去接住这一只掉下来的鸟。这个动作一瞬间转眼过去，然后让这个老兔子，这只聪明的老兔子
吓傻了，哇，这是哪里来的鸟？速度这么快，咻一声，然后就把一个从树上掉下来的鸟把它接住了。这个聪明的老兔子就问了这个瑞格蒙说：“你怎么做到的？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？”这个瑞格蒙就告诉他说：“我看到有另外一只鸟掉下来，我不想要让它跟我一样，所以我就赶快起来飞出去把它接住。”然后这个聪明的老兔子就告诉他说：“瑞格蒙，你知道吗？你刚刚飞行的技巧，可能是我在森林里面所看过最棒的。你可以在这么小的地方，然后这么的迅速，这么大的变化，甚至能够去接住另外一只掉下来的鸟，你真是不简单啊！”啊，我想到一个好计划了。我打算在森林里面办一场查克本飞行表演欣赏会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聪明的老兔子，他要去找很多森林里面的动物来，然后让他们来看看这个查克本，这个瑞格蒙。他虽然没有办法发出很漂亮的鸟叫声，但是他有一个很强的飞行技巧，然后能够表现在所有的动物的面前，让大家来欣赏。哇，这个查克本有没有高兴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高兴？因为他还是只能叫得出查克本，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情让他很高兴，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他另外一件才能是什么？他可以飞得很快，飞得很准，甚至能够在其他的人面前来做表演。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跟这个查克本一样，跟这个瑞格蒙一样，我们也许有一样的缺点。但是当我们把它放下来，不要跟别人去计较，不要跟别人去比较，我们可以有机会再找到我们另外一个优点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不一样的特点？有没有？有的举手。哦，你有不一样的特点，请你记得，当上帝是给我们一样跟人家不一样的恩赐的时候，请你好好把握，你不用跟人家一样，但是你是上帝所独特、所爱的，好不好？也许我们在某方面只会发出查克本，但是我们会找到我们另外一个可以荣耀上帝的才能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小朋友，谢谢大朋友。